大家仲有半分鐘嘅時間，可以坐翻低揾翻你最佳嘅位置坐翻低，因為我哋跟住落嚟仲有大約5個嘅表演項目嘅，咁啊唔該晒先。表演嘅團體喺非常之遠嘅地方由上海落嚟嘅，咁報名比較長啲啦。咁我呢個一口氣可以讀到嘅就係佢哋係香取神道流神武館香港支部啦，同埋香日合瑞武術會及上海支部嘅神援館嘅朋友嘅，咁由香港同上海朋友合作去表演呢一個香取神道流嘅，咁我時間交俾佢哋先。各位好，咁我哋今次首次參加嘅香取神道流神武館啦，咁係因為香港支部同上海支部嘅，咁香取神道流咧喺以前嘅日本最古老嘅文化之一啦，咁成立喺大概500年前嘅西漢時代嘅，咁而家咧我哋就會將會為大家咧去展示3個部分啦，咁包括係古詩體育啦、古詩文啦、古詩體育。咁再簡單講下呢個香取神道流嘅歷史咧，其實係一個綜合性嘅一個武術文化嚟嘅。咁除咗有劍術、居合、剃刀、兩刀、砍術、槍術同埋柔術等等啦。咁將會為大家示範嘅咧就係古詩體育，我哋會下次。多謝兩位前輩嘅示範啦。咁剛才喺台嘅左邊咧就手打都紅咗光嘅上海支部神武館嘅趙
先生啦。咁另外有台嘅右手邊咧就香港支部嘅石島先生，唔知先生。跟住我哋之後頭先其實咧呢個嘅太高嘅咧就4號，咁太高城喺香港城入邊係一個最早入行嘅時候需要練習嘅一個型嚟嘅。咁頭先大家見到啦，好多時候咧係都擊打到嚟，咁其實喺真實嘅設計入邊咧就唔會發生嘅。咁係喺設計嘅時候咧就會特登去有呢個咁嘅形式啦，因為保護到對手啦，咁而就會引出一啲真正嘅攻擊嘅呢啲部分嘅。咁其實頭先嘅太高入邊咧，其實係好多時候針對盔甲嘅一啲弱點嘅部位啦，例如啦手嘅部位啦，同埋腰間嘅一啲盔甲嘅部位。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其他準備嘅表嘅就係長兵器部分啦，咁係有坦術同埋推刀式。咁首先係坦術嘅先。呢個可做，有時朋友都係打，
所以慢慢睇得樣，變咗短啲，咁樣嘅似，就ちょっとまた留意をいたします。失礼します。喂，咁剛才兩位嘅視頻隊有提到，除咗頭先阿石寶先生都大概講咗，即係啲剃刀嘅歷史啦。咁其實香港程度嘅剃刀咧係有8尺3寸咁長嘅。咁佢有別於即係近代嘅剃刀用法啦，佢係擺喺中間嘅。咁即係頭先你見到好多技法上面咧，其實佢哋都會用到兩邊去做嘅，即係有刀人嚟啦，同埋喺個尾嘅部分。咁喺練習嘅時候咧，其實就我哋會不停開兩邊去換啦，咁去令到大家都知道究竟喺身處唔同嘅時候嘅處境係點樣做嘅。咁喺剃刀嘅位置咧，其實有好多高技巧嘅部分係需要做嘅。咁例如係刀刃旋轉嘅位置啦，用咩位置去打擊對方嘅部分啦，例如可以利用長度優勢咧去打對方嘅腳跟嘅。咁喺防守方咧，有一個更加難嘅做法咧，就係因為第一佢要一個好長嘅兵器啦，咁第二就係佢要喺一個適當嘅時機去切斷翻對方，去做一個防守嘅反擊嘅。咁然之後落嚟咧，我會有少少時間咧係做呢個嘅練習嘅一個環節嘅。咁呢個時候交翻俾阿陳老師先生。重新所有媒体何かけ芸術開始了，所以这个分都一集。这个学生干的，何本呢？这个ゆっくり。
而家係慢動作進行第一式嘅。呢個步伐距離係呢個辦法咧就係去練翻大家嘅間同第一次咧。咁通常咧一開始咧都係會有一個交叉嘅。成個聲聲呢個咧就係一個腰前肌，咁對方先擊，然後用高人嘅位置咧去挖開對方嘅高。咁成個聲聲啦，如果病你去做一個防守啦。趙先生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邊咧，都盡量喺中間嘅空檔入邊咧，靠近翻成個聲聲。因為長頸器嘅一個弱點就係，如果你太近佢嘅話咧，其實會發揮唔到嘅功效。咁所以喺防守嘅方面咧，就需要好快嘅接近翻對方。咁另外成個聲聲亦都用咗好多技巧係斬擊對方嘅小手啦，一啲揮擊嘅動作去打實。而家係第呢個係斬腳。攻擊腳嘅部分咧，亦都係睇嗰個感覺係好重要嘅技巧嚟嘅，因為如果係普通嘅劍咧，其實比較難啲攻擊到對方嘅腳嘅。咁所以咧，如果係長頸器嘅話咧，可以由上而下去斬擊對方嘅腳踭嘅位置。啱啱成到聲聲就用反手啦，去做一個擋格同埋攻擊。都見到趙先生其實都用好多跳躍嘅動作去避開對方高人嘅一個攻擊範圍。咁所以啱啱成個聲聲都有講過啦，其實太多喺1對1嘅情況之下係一個好大威嘅對決。咁頭先大家都見到其實不停翻兩邊去換咧，其實一個攻擊同埋防守。喺一個有限嘅位置入邊咧，其實高期嘅方向都仲想接近翻，就係攻擊方嘅，即係拉拉。咁拉拉頭其實喺呢個人嘅運作上面，佢都係要適當地保持一個平衡，即係開始交叉個位置啦。咁但對方就會輕易地接近到。我哋今日嘅表演就完結啦，係啦。咁我哋攤位就喺場嘅右手邊啦。咁我哋大家如果選擇問題，可以過嚟問咁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全部泉さん講咗，有冇問題？
解頭先要旋轉閘嘅？啊，呢個意思啊，明白啊？呢個係其實非常可以講嘢，但係YouTube 已經有可以輸出俾你。有冇呢個？呢個係其實 actually 讀轉身嘅時候有區啦。然後呢個講嗰種係咁樣講先至克服，係咁樣意思。可以講其他係啦，咁樣意思。係，咁口論裏面好多幾個系列 secret skill，如果有興趣嘅話，送去 branch 用電腦啦，請一齊演習佢。有冇其他？有冇其他問題？大家？係。拜拜。先有冇講嘢？關係係。你話我唔識就講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唔該晒，唔該晒香水神都嘅朋友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一啲長兵器嘅示範啦。咁就係香港剃刀聯盟嘅朋友，哇，好多人喎今日。好，咁我交個時間俾佢哋先。大家好啊！大家今日睇完咁多精彩嘅表演，係咪有啲心動咧？咁我先介紹翻自己啦。咁我係 Patricia 啦。咁我係代表香港剃刀聯盟 Hong Kong National Federation 嘅。咁歡迎咁多位觀眾參加今日嘅香港義務活動啦。咁香港剃刀聯盟早於2017年成立嘅，會長陳國忠喺日本將呢一門日式長嘅剃刀武術帶翻嚟香港。推廣呢一個咁獨特嘅日本舞蹈嘅，咁香港剃刀聯盟咧喺日本剃刀聯盟同埋國際剃刀聯盟係唯一喺香港認證嘅剃刀代表組織，可以代表日本嘅剃刀訓練同埋國際性嘅活動嘅。咁我哋同時統籌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嘅剃刀隊員啦，同埋會員嘅各項嘅訓練嘅。我哋今日咧就有3組嘅表演啦，分別有中學組、大學組同埋成人組嘅。咁首先咧就由粉嶺禮賢會中學剃刀部賢武館嘅學生先嚟一場剃刀表演啦。
好多謝理工大學同學嘅演舞啊！咁最後一組表演呢，就係由成人組別表演全日本剃刀研制定嘅套路1至5式嘅。多謝咁多位嘅演出啊！個演出就太精彩啦，搞到我都有啲心動添。咁今日所有武術表演完畢之後咧，咁多位武術團體咧都會喺在場擺 counters 啦，咁介紹咁多位嘅武術嘅。咁如果大家有咩查詢咧，一陣間都可以過嚟我哋嘅剃刀 counter，到時候再為大家解答咯。多謝各位。好，
好，唔該晒香港剃刀聯盟嘅各位朋友。咁原來而家香港嘅日本舞蹈咧可以滲透到中學啦、大學啦，除咗成人即係練習之外，原來學界都已經有好多團體喺唔同嘅教育即係嘅學校裏面開班㗎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另一個團體就係香港殺陣道協會嘅朋友嘅。咁佢哋嘅服裝同我哋咧最大分別就顏色比較多啲，同埋一陣間佢哋都要一啲 set up 嘅。我俾個時間佢哋先。好喺正式同大家打招呼之前，我哋示範咗一段我哋香港殺陣道協會嘅一個嚟自 Kappa 嘅表演。殺陣喺今日呢一個武術交流入邊算一個比較特別嘅環節。點解咧？本身殺陣其實佢唔屬於話傳統日本嘅武術，佢係有百幾年歷史啦。喺日本大正年間就隨住呢一個傳統嘅舞蹈個勢力咁樣啦，而且影畫即係電影開始出現啦。咁喺以前就有一個組織叫新國劇，佢就將一啲原本係歌舞伎入邊嘅打鬥動作脫開，加入更加真實具體嘅打鬥動作，然後稱呼呢一種嘅表演為之殺陣。殺陣本身喺日本咧都其實係屬於日本演員嘅一個基本嘅訓練嚟嘅。本身就講殺陣啦，而我哋香港殺陣道協會係總部係日本嗰邊嘅日本殺陣道協會。我哋除咗話係練殺陣嘅一啲劍鬥打鬥之外咧，亦都係會加入啲道方面嘅修練試啦一啲事務或者係其他同日本文化有關嘅訓練。咁喺我哋講到呢一度啦，想問大家問題，唔知大家今年暑假有冇留意過一套喺香港上映嘅電影叫《超時空武士》嘅咧？有冇人睇過啊？冇啊！咁呢個電影當然即係要聽過睇過漫畫都知道啦，係講一個穿越到現代嘅日本武士，佢一生嘅武藝喺邊度用咧？佢嘅機緣令到佢可以加入去參與一啲電影一啲俾人斬殺嘅角色，呢個電影。然之後入邊，如果大家睇到啦，你會見到究竟傳統武術同埋我哋殺陣入邊有啲咩分別咧？就例如話我哋有一啲動作係會注重一啲表上嘅安全啊，有一啲多啲宏偉啲嘅動作嚟更加多嘅轉身啊之類嘅。好，咁喺我介紹到呢度啦，然之後如果請學員同我哋示範啲我哋殺陣入邊一啲基本嘅套路 kata。好，咁我哋即將會示範嘅咧，就會係嚟自日本殺陣道協
協會嘅一套叫做約束組的約定組手嘅套路。咁其實啱先示範表演嘅時候咧，已經打咗其中一套啦。咁我哋而家就會即將再去示範多2套，分別係伊諾格德同埋羅諾格德。咁你見到場上2位啦，咁我哋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就會係先同埋卡拉咪，即係負責斬殺嗰個同被斬殺嗰個。好，咁請2位可以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嘅角色。卡拉咪。好，咁我哋就即將開始啦。
呢一個殺陣嘅表演內容其實係都有接近100年嘅史嘅殺陣田村入邊劍鬥嘅部分。咁一開始呢一個殺陣田村其實可以話係你可以當佢係殺陣界入邊嘅大女花啦，係京京紅。咁就算係今時今日日本嘅一啲東映劇場啊嗰邊都會有定時嘅殺陣田村嘅演出。咁傳統嘅殺陣咁就融合埋，可能係更加現代嘅打鬥啊，就會係變成而家大家經常喺日本電影度見到嘅一啲有日本特色嘅打鬥部分。但係其實本身殺陣就唔係淨係喺視頻裏面見到嘅。如果大家其實啲有睇日本武thuật嘅觀眾啊，你哋都留意一啲殺陣嘅影子咧，喺你係日本嘅街頭表演啊、舞台表演啊、電影入面都有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留意多啲資訊嘅話咧，可以多一陣間開時間喺我哋香港度留意一下下兩個詳情嘅。好，多謝大家。唔該晒香港殺陣田村嘅朋友啦。咁跟住落嚟咧，到非議呢個項目啦。水溝林居合劍訓香港節目嘅朋友，哇，大陣仗啦！咁交場俾你哋。事不宜遲咧，我哋首先就邀請咗我哋大學嘅居合劍術部嘅學員嚟為大家表演一啲坐技嘅演講先。咁我哋有請佢哋入場啦。
哋會有香港支部同埋中國支部嘅會員啦。咁另外都有由日本嚟嘅師兄咧，咁佢哋都係會嚟為大家帶嚟一啲坐騎嘅演練嘅。咁我哋都請佢哋進場先啦。
項嘅表演咧係雙人對打嘅形式嚟，咁當中包括咗太刀對太刀同埋象對太刀嘅演武嘅。咁請最後一組進場啦。唔該晒水哥朋友。好啦，今日好快咧，到我哋最後一個項目啦，就係小弟嘅會香港護生流合作協會嘅表演嘅。我交翻個咪俾我哋嘅主持人先。好，好啦，又係我啦，係啦。咁大家好啊，我係香港護生流合作協會嘅阿梁。護生流合作協會咧係香港其中一個修煉護生流合作嘅道場。今日我哋道場嘅劍士會為大家示範嘅係居合道之中其中一個流派護生流嘅劍術修煉嘅示範。護生流咧喺眾多嘅居合道流派入邊咧係着重形嘅立技、試斬同埋擊劍嘅訓練。而今日我哋嘅演武咧係會以呢個形、kata 同埋試斬兩方面為重點嘅。好，喺開始嘅時候，我哋請我哋今日為大家演武嘅師兄弟同大家行禮。好，請各位入場。正面に刀に好，
護山流居合道喺形嘅方面特點咧，就以立技為主，啱都提過啦。動作咧亦都係相對簡潔嘅。我哋嘅學員咧係可以透過呢一種模擬對敵嘅kata去練習，同埋熟悉一啲用刀嘅基本技巧，進去結合嘅意識。好啦，然之後我哋到場嘅劍士咧會上台演示護山流法式入邊嘅其中6式。首先第一個一本木 Nippon Mesh Your Man No Teki。好啦，有請 Fred 劍士。一本木咧係模擬有以上段扣持刀嘅敵人咧喺正面襲擊，劍士咧就以一個拔打逆架沙去逼退對手，然後咧就以架沙斬追擊，解決之後維持殘心，警戒周圍有冇其他敵人，結束呢個戰鬥。好，有請 Fred 劍士上去呢個敵擊，始め。よ唔該 Fred 劍士。好，然之後第二個有請彭劍士為我哋係演示嘅係護山流形2本木右方之敵。右方之敵咧就係模擬呢個右方有火熱啦，咁確認敵人嘅同時咧就以拔打嘅水平斬牽制對手，同樣之後就以架沙斬追擊結束戰鬥。好，請 Fred 請彭劍士準備。我有冇得卡2本目ウホロテキ始め。有請彭劍士繼續嘅，然之後係3本木左方之敵，模擬劍士面對嚟自左邊嘅突襲，以呢個突刺做最快嘅反擊，受流抵禦對方嘅追擊，然後趁機以架沙斬攻擊敵人嘅破綻，結束呢個戰鬥。好，彭劍士3本敵始め。唔該，彭劍士。好，下一位有請新井劍士為我哋示範護山流形4本木後方之敵。後方之敵咧就係模擬嘅劍士咧，我哋察覺到後方嘅殺氣，咁轉向同時拔刀退敵人，後退嘅同時咧就斬落對方嘅攻擊。咁如果對方依然再攻擊咧，我哋就避過，然後趁機以架沙斬攻擊敵人嘅破綻，結束呢一場戰鬥。好，新井劍士。好好咯 ，Tiki。始め。好，唔該新井劍士。下一位有請鐘劍士為我哋示範呢個護山流形6本木前後之敵，係模擬劍士俾前方、後方嘅敵人包圍。咁喺前方嘅攻勢未到咧，就先確認疑似有動作後方敵嘅動向啦，以隻受流應對，然後再以隻架沙斬擊破佢，再快速轉身斬企圖趁機上前嘅正面嘅敵人。好，有請鐘劍士。請 Koloteki。始め。好，唔該，鐘劍士。好，咁 kata 嘅最後一個啦，第7個係呢個7本木3人之敵，有請新井劍士。咁3人之敵咧，聽下名就知道啦，模擬劍士面對前面有多位敵人，由近至遠咧，
依次以呢個片手架沙斬同埋突刺嚟擊倒多位對手，最後擺出上段扣有冇留意有冇其他要應付對手啦，維持殘心結束呢個戰鬥。好，有請新井劍士3人の敵始め。好，咁多謝新井劍士同埋支持3位堂嘅示範啦。kata 之後，我哋下一個項目咧就係試斬。咁試斬咧喺我哋居合道訓練入邊咧係測試我哋平時我哋究竟喺空揮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刀啊係咪正確嘅軌跡啊、角度啊同埋位置去做斬擊嘅。我哋透過呢個用真刀去斬斷呢個隻咧，去確認我哋平時嘅呢個訓練效果。好，咁首先 Fred 劍士為我哋示範呢個架沙斬。好啦，首先 Fred 劍士做呢一個動作先。架沙斬咧就係最基本示範咗先，係啦。最基本最常用嘅試斬刀法，咁咧喺啱 kata 嗰陣時都已經多次出現呢一種我哋叫做架沙斬嘅斜斬㗎啦。咁唔理我哋由右斬去左斬嘅時候咧，目標都係45度嘅斬擊。好，準備。切沙切り始め。好，多謝 Fred 劍士嘅示範。好，下一個項目請譚劍士示範一個我哋叫3段斬嘅項目。首先就請譚劍士示範個動作先。3段斬咧係我哋道場嘅學生咧要考取初段之前咧要做到嘅斬技嘅，以3刀唔同位置出發嘅斜斬，包括由左至右、右至左或者下至上嘅，一刀刀咁樣斬斷目標。3段斬り始め。好，唔該譚劍士嘅示範。好啦，咁喺3段斬之後咧，我哋有一個斬技叫6段斬嘅。咁啱3段斬大家都見到啦，係支直咁斬3刀，而6段斬咧就係更加難嘅。咁6段斬咧就係由4刀上至下嘅架沙斬，再加刀下至上嘅逆架沙斬，同埋最後一刀水平斬組成嘅。咁係咁多個非連續嘅斬技中最多刀嘅招式嘅。劍士咧係要以貼近45度嘅斜斬，避免刀口重疊嘅情況之下完成呢6刀。好，有請新井劍士示範動作。6段斬り始め。以上3個咧，我哋都係稱為定步
斬嘅示範都係一刀刀嘅示範。然之後落嚟第4項咧，就係中劍士為我哋示範一個叫倒妻嘅斬技。嗱，倒妻咧就係由3刀架沙、斜架沙、架沙組成嘅。雖然都係3刀斜斬，但係每2刀之間咧係唔可以平等嘅。咁練習倒妻嘅劍士咧，我哋都會以縮短刀與刀之間嘅時間咧為目標。好，有請中劍士示範動作。然後點啊？點咩？喺試斬課咧，我哋用緊嘅呢一種咧我哋叫榻榻米嘅材料啦，其實就係嚟自一啲用舊咗嘅日本榻榻米即係旅館入面可能有一個日本嘅旅館份數長方形啊嗰種。咁用舊之後咧，我哋就回收翻嚟啦，然後咧就將佢表面嗰陣咧就拆出捲成一個柱狀，然後再浸水模擬呢個人嘅肌肉嘅質地。好，下一個項目。中劍士我哋示範嘅咧，好，我哋叫一個波反嘅斬技。好，咁就請中劍士示範動作啦。好，咁大家見到咧係由架沙、逆架沙斬斷兩隻腳，然後再一刀一次過斬斷兩隻腳嘅斬技嘅。好，有請中劍士。做咩？多謝中劍士示範。然後下式之前大家見到嘅斬技咧，我哋斬嘅刀口嘅順序咧都由上至下嘅。咁以下項目咧就會係隻嘅中間斬起，係一個中上下嘅次序。咁呢個招式叫雷鳴，打係咩？咁就請新井劍士為我哋示範。首先係動作嘅，來咩？始め。多謝新井劍士嘅示範。好，然之後係最後一項試斬嘅示範，有請樂師兄。項目係2人之地。咁2人之地咧，我哋係以2支草隻模擬2個敵人最終被擊破嘅位置。2人敵咧係要求劍士第一下打擊而物打完成，而其他咧就按劍士佢模擬嘅情景咧去完成呢個打倒敵人嘅斬擊。咁所以大家可能有時會見到啲唔係單純為咗斬開草席嘅動作嘅。好，有請樂師兄換他啲多的 keep， 做咩？多謝樂師兄嘅示範。好，咁今日喺包括呢個型 kata 同埋試斬2個項目嘅示範就去到呢度。咁喺稍微結場地之後，我哋會同大家下一個結束禮嘅。好，有請。
師兄幾位。刀に礼正面に禮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呢個其他嘅時間俾你先先。好啦，啱啱好完成啊！今日我 run 咁啊，多謝晒大家今日嚟到參觀我哋個表演啦。咁其實之後嘅1個鐘頭到啦，咁我哋就會開放所有攤位俾大家去同我哋嘅朋友去互動啦，或者係有一啲攤位直頭可以體驗，好似我哋富山樓咁有一啲體驗嘅方法俾大家可以試下用把刀點樣去做一啲斬嘅動作嘅。咁啊，多謝大家今日嚟臨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 scan 翻我哋呢個 QR code 睇下裏面場刊嘅每一個團體嘅 Facebook 啊，或者係網站啊，或者聯絡方法，咁啊同佢哋多啲去互動，可以知道多啲佢哋嘅資料啦。唔該晒。